学校好玩吗？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老师教我们画图。发图，哇，我最喜欢发图了。以前我还得过美术比赛的第1名哦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发图是画图的意思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你得过美术比赛第1名，那你帮我看看好不好？我也帮我看看了。哦，你们的画都放在数宝里面啊。数宝就是书包。彤彤姐姐，你看我的，我今天在学校用铅笔画的图，好不好看？彤彤姐姐，看我的，我的是蜡笔画的哦。你看，点点用眼笔画的图，亮亮用蜡笔画的图，哇，都很好看呢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眼笔就是铅笔，蜡笔是蜡笔的意思。那彤彤姐姐，我画的是不是比亮亮好看？真是的，眼笔画的还有蜡笔画的2个不能比较啦，你们2个都很棒。他在做什么呢？发图画图，发图画图。他在做什么呢？发图画图。这是什么？数宝书包。数宝书包。这是什么呢？数宝这是书包。这是什么呢？眼笔铅笔。眼笔铅笔。这是什么呢？眼笔铅笔。这是什么呢？蜡笔蜡笔。蜡笔蜡笔。这是什么呢？蜡笔蜡笔。哇，点点很厉害哦！发图、数宝眼笔、蜡笔，这些客家话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伟良。